些他的人都是你把它太空小狮子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小可都说他们家养到了旋转木马。小狮子扭头看我，说要请了咱们俩，现在赶紧收拾一下吧。设置好了目的地，准备从地球出发。我又想起来应该去商店买一束花。小狮子扭头看我，人类真是麻烦呐，快点到，比我想快点到达。启动了旋转木马，彩色的灯着也眨，跟着音乐转着圈，好潇洒。小蝌蚪坐在后面，今天却一言不发。小狮子问你怎么不说话？我在练习呱呱呱，却说不好呱呱呱。难道我不是真正的青蛙？小蝌蚪别太着急，你还有我们大家伙伴们一起练习陪着它。小狮子呱呱呱，小兔子呱呱呱，地球来的小朋友呱呱呱，小蚂蚁呱呱呱，小狐狸呱呱呱，小蝌蚪终于忍不住笑了，因为大家都变成了青蛙。小蝌蚪还说不好，呱。